香港今年繼續有5間大學躋身全球100大世界大學排名，其中4間更加打入50強，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嘅地位，對香港嘅國際聲譽同埋經濟都有好處。但係都要小心，等我同大家講3點。第一，壯大人才庫，解決老齡化危機。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，勞動力逐漸萎縮。透過本港院校吸引世界各地精英來港，無論喺科研人才啦、醫療專才定係創新科技嘅年輕力量都可以為香港注入新血。如果可以將呢啲生力軍留在香港生根，可以令香港年輕化，中年人消費能力強，令到香港係保持活力。第二，成為樓市同埋租務市場嘅新力量。政府近年放寬非本地生收生嘅限制。目前喺香港嘅留學生人數已經超過8萬，大量海外學生同埋教職員來港，帶動租務需求，尤其係校園周邊地區，唔單止令到住宅市場更加活躍，亦都推動咗商業配套，仲有投資者買入舊樓或者酒店，改裝成為學生宿舍，刺激樓市。呢批人士都肯定可以為香港經濟注入動力。第三，必須保住留學香港金漆招牌。唔少內地同埋各地嘅人士選擇喺香港接受教育，因為香港教育質素高，國際升學容易，同埋大學資格得到全世界認可。香港各大學必須唔好濫收學生，同埋確保學生學業質素，先至能夠保住呢個金漆招牌，令到香港繼續成為全球學子心目中嘅理想高等教育樞紐。特區政府多年來堅定投資教育，先至可以有今日嘅成績。本地學生都要珍惜呢個難得嘅氛圍。俾心機讀書，但係千祈唔好過度借貸，早啲學識規劃財務，畢業後專注於事業同埋貢獻社會。請大家留言啦、讚好啦、轉發同埋分享，多謝大家。